即马政府要来推动环保，所以是限制业者提供塑胶盒仔、免洗碗池、甲茶杯、漱管等等。今年佮公告饭店业者来提供一改性用品的规范，希望讲咱一档会当减少4亿外元的即个细管的一个用品。今仔日环保团体也来推广自备的用品，希望讲政府会当提出更较侪方案来提高民众的意愿。 今日饭店的房间，民众在饭店灌洗啉的包装矿泉水，已经以玻璃罐仔底水替代。洗身躯的用品也已经无一改性单包装用品。环境部今年公告理属一改性用品的规范，推动以大泵的洗身躯用品替代较无环保的细罐装用品。我们就不提供我们的背包床位的旅客任何的一次性备品，包含牙刷、牙膏、拖鞋，不管是台湾的背包客或是国际的背包客，对于这个部分，其实大家是可以很配合的。那在套房的里面的话，其实相对的，对我们来讲的沟通的过程，其实就碰到了比较大的困难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们每隔大概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面被公审一下，6成骂我们，4成还比较支持我们1年多前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贴文9成在骂我们只有1成是支持这样子的做法。随环保意识提升，民众对饭店无提供一改性用品的接受程度有愈来愈高。环保团体长期倡议民众出国旅游，家己准备用品，而且选择环境友善的业者。因认为政府也要提出一寡成人的政策，比如说你提供一个房价的减少，那他就觉得那我没有拿，我觉得我不会亏到啊。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来提供这种免费住宿饮品或者免费住宿回廊窝，在星级旅馆评鉴的这个分数上面，会去把它纳入。环保团体激励政府进前推出环保杯仔买饮料就通减5块的政策，就提高民众家己准备杯仔，减少使用一改性杯仔的效果。环境部表示，会一步一步分阶段来推行限制塑胶制品的工作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